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明兰，欢迎收看台湾新感界。今日咱来到花莲的新城，新城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入口，伫遮有真水的七星潭风景区，阁有真出名的雷蒙节。不过这几年新城发生了真侪改变，这款改变呢，甲这间册店有真大的关系。咱即马就要入去册店来访问，来找这个册店的主人吴文伟吴教练。咱今摆来到练习曲的册店内面，咱今摆要来找这吴文伟吴教练，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你好，你好。教练好，咱今摆这间这个册店嘛，伊叫这练习曲，这名有不知道有啥物特别的意义？哦，就很多事情都是需要练习的嘛，就不管是打球、读书啊，然后还有这些，就刚好那个时候我也在这边练习人生的很多事情嘛，练习一个人，练习在一起，跟大家在一起，然后最后可能每个小朋友也要练习说再见，还有啊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啦。要不过你这间册店哦，你跟一般的册店是无同款的呢？我觉得我们没有在卖书，我们只有在借书。因为很多的书就是之前有一些是我的，然后后面很多朋友捐赠来书，所以它就是变成一个书的一个交流中心。现在也借了大概有6000多本的书了吧。然后这边有不同的流水号的编号，所以每个借书的人啊，他会把他要借的书，然后他自己的名字，然后电话跟他居住地。然后写下来，所以有很多的都是在外地人，所以现在已经借了6000多本书出去。这是头一本呀，还是这是？无，这是其中一本，系啊。我看这头几年的，2022年。这是其中一本啊，系啊。对，哇。然后我们这边的店长也是义务的，也是没有薪水的。现在我们有2个外地来的店长，啊，一个从高雄来，报告，好像。新冠较矮就是叫报告。其实报告来过几了届啊呢？系啊系啊系啊。啊因汉你爱接这样管就对了。其实报告来了很多次，大概在我们前期书店刚成立的时候，报告就来帮忙当店长，他也看了很多小朋友毕业，然后这一次小朋友毕业，然后报告说各位登来看囡仔毕业，系啊，所以就是在这些过程里，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自己问报告，他们有的现在。当初报告陪的小朋友啊，今年都考到清大了。来第一排了，拢发现这的一寡气氛啊，还有一寡环境，我感觉足介意。足介意。所以我若只要感觉一寡心若无落静落来，是要上大时，我就想要过来这去做。啊，个甲囡仔咧相处过程中，啊，为因的想法，一寡较单纯的想法，啊，会去，互我一寡心内想袂通的较固执的代志。我突然间就通啊，其实嘛无这重要。所以有很多的小朋友在这边啊，有看到不同的店长，然后他有了解到，他们也跟他讲很多多元学习跟他们的经历，所以小朋友的那个视野就会加大，多元学习的欲望就会打开，不只是说只有棒球。你看像刚刚就是在未来有很多小朋友想要当昆虫学家，然后有一些想要当警察，想要当职棒球星，这都是不同的一些希望。所以在练曲它也是有很多的希望。好，咱讲这间册店吼，其实伊是进前无咧用啊，对吧？算废弃宅啊。唔是，这进前是有的工程单位伊的宿舍，啊有足侪来遮的亚尼的承包商，哦，伊足侪需要足侪临时的员工，啊，进前这是宿舍，之前的员工的宿舍，到尾啊，其实哦，工程愈来愈少，啊，所以说伊的空间就无人咧住，后边我就做起来，做起来，啊，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咧教棒球队，啊教棒球队了后，啊小朋友放学了后练球了后，啊无所在去，啊阮就伫遮做伙食饭，做伙读册，做伙写功课，系啊。拢伫遮，就是下课以后拢伫遮。迄时阵报告来的时阵，因仔阮大家拢伫遮食饭啊，伫遐读册啊，系啊，做这些代志。奇怪，你棒球队的教练哪会来做这块代志呢？袂啊，这就是拄啊好有这个机会嘛，啊会当陪因啊，感觉这代志嘛无啥物困难，就会当做是开家己的时间安尼尔。啊，像你讲店长吼，你请就是你欢迎每一个人，若想要来遮，拢会当来遮陪因啊。啊，店长其实爱做真侪工作呢。会煮咖啡啊，陪因啊，啊，搁顾册店安尼尔。啊，毋是在教因写功课。会啊，对啊，系啊。啊，
应该报告足巧的，较无啥问题啊。啊，就是这些店长吼，其实拢来自各行各业吗？嘿对，有诶有13岁，国中诶，佮有一直到60几岁退休的大哥、大姐，拢有啊，系啊，佮有店，什么，阮店长即马嘛超过100几个啊，系啊。你敢袂讲规定囡仔讲，啊，你逐工爱看偌济册安怎？还是无互因主动自发？主动哦，看偌济册，系啊，你遮侪课外书对无？应该是讲，你从是咧学校咧读册的时阵，已经也有咧家己咧吸收咧固定的功课啊，内底尾啊下课是伊看伊家己要做啥物，吸收有无共的，伊有兴趣的代志吼，伊家己会选，系啊，这嘛是甲报告咧抬杠，甲无共的店长来抬杠，嘛是伊的沟通，嘛是一个历练啊，所以。册甲人相共，佮看到拄到啥物人甲啥物册，伊嘛会当家己选。阮行边仔的时阵，家己往好的方向，来行，就会使。其实你讲到你是希望吼，即寡囡仔哈，一寡较多元的这个看法甲态度嘛，对无？啊，你一开始啊，囡仔拄到即个外口来的店长，你因一开始到即马，你看到因的改变，敢要甲咱讲一下？改变哦，改变吼，应该是有的时阵吼。逐工伫身边吼，你改变看无遮清楚，但是有的时阵因倒来爸母的身边，佮有看到1年2年啊，伊的改变是足济，到尾啊，你行一个无啥目标的囡仔，到尾啊，伊有一个稳定对的方向，嘿啊，后壁伊会当成功完成每个阶段应该做的代志。这是阮十几年看到的即马的过程。咱一开始陪伴的囡仔，一开始到即马应该有会出社会咯。有啊，系啊，有咧即马有咧大学，啊有咧做工课，有咧做兵，拢有啊，你因点会常常倒来甲你开讲讲，我即马人生的计划，因为迄段时间，逐年的过年的时阵，有足侪囡仔会倒来。所以阮过年时阵，阮拢伫遮，啊想要看大家，囡仔倒来找阮。甲阮讲，即马伊做到安那，啥物情况有过较好无？系啊，这就是阮希望看到的代志，嘛是阮继续做落去的动力啦，系啊。啊，毋过即马嘛是一直有新的球员入来嘛，吼，咱头就是讲，即马棒球队，国小棒球队一开始你就是为着棒球队来开册店的，啊，即马家长啊，甲一寡这个在地人啊，对着咱这个册店哦，你敢有感觉因的看法有改变，还是一开始就足支持的？一开始去吼做啥物代志吼，介重要是家己坚持着，到尾啊吼，你做对的代志吼，大部分较侪人就会徛伫你这边，徛伫这边支持你的人就愈来愈侪，所以说阮做到即马支持的人愈来愈侪，就是阮行正确的方向咧行，系啊，阮做的代志行棒球一直到教育，一直到社区，一直到规个街区的。整体的人才培力啊，经济发展，这就是阮改变了。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规个社区的人会当愈来愈好，啊，规个社区的环境愈来愈好。这就是起码有一个名词叫地方创生，然后让阮在地的人、搁外地的人，吼，介意这个所在留伫遮，卖所有的人拢伫咧都市内底，系啊。好，咱较小等下哦，咱嘛会去看这地方的创新的成果哦。不过咱即摆要先来国小来看大家哦，练习棒球，应该是讲算棒球啦。好，好，教练，咱即摆是新城国小的棒球队嘛，哈。啊，即摆是教练因咧练球啦，哈。其实这个棒球队哦，伊伫2015年才重新开始的。是。啊，为什么进前咱10几年拢无球队？进前可能因为啊资源无够，啊或者是教练要走，啊就后壁就无人来接，无人来接就无这个球队，啊到2015年你伫海边的时阵，嘿，伫海边的时阵，啊拄着这个囡仔，有个囡仔伫遐拍棒球，遮嘛有介意拍棒球的囡仔，啊阮就甲校长讲，迄时阵校长讲就重新成立棒球队，嘿啊。对，啊其实你这个棒球队吼要成立嘛，毋是遐简单，因为无钱呢。无钱哦，你做你介意的代志嘛，无钱嘛会当做啊。啊，迄阵啊安怎去赚钱？啊无，大家要拍球，敢无需要钱？对啊，
应该讲吼，要需要什么物件？我需要手套啊、棒球啊。拄啊好，阮做侪朋友拢咧支持基层棒球的，啊嘛有运动行销公司的朋友，啊大家佫熟识做侪以前咧拍棒球的教练、佫囡仔，佫有咧职棒球星，啊大家都来斗三角，啊迄时阵就甲迄球队创起来啊。哦，安尼哦。啊请教练敢无需要教练费？那你就我无差啊，反正做家己喜的代志，无钱嘛不要紧，吓。啊，其他的咧？其他的就爱食饭啊，爱衫啊，迄就大家种啊，系啊，种的，应该台湾人大家都会当做一个朋友来斗相共的啊，所以有的时阵是关心野球，啊，另外是关心教育啊，所以爱什么所在就会当找到无共的资源，佮有的是感觉偏向有的社福啊，佮有照顾的。资源较无遮么充足的时阵吼，阮就会当甲逐项代志拢做好，棒球教育，佮有地方的多元学习发展，吓，这规个创起来，啊一个所在较会当用较好。啊有的时阵是爱安那坚持较久，坚持久啊，你就会当看到成绩出来啊，系啊。阮即摆有的囡仔，做侪囡仔嘛伫读国立大学，啊有的要参加职棒选秀，啊有的就算无拍棒球的，嘛有一个好的工课。啊，这就是阮伫遐做对社会较好的代志。其实已经10年啊，今年拄啊好是10年呢。对啊，啊，咱即摆看到遮囡仔，其实有一寡今年拄啊好要毕业，6年的，啊，过来嘛是要继续拍棒球。有的是会继续拍，系啊，一半以上，系啊。一半以上，对。啊，对因来讲，棒球你感觉带互因的是啥物款的无共款的？就一个人啊，爱先有人较善良，啊较有礼貌，啊有好的品德，这规个做起来吼，啊佮有棒球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啊有一个好的态度的时阵，啥物代志拢会当做较好。啊你请员工，你嘛希望请一个有礼貌的，啊善良的，啊做代志会当坚持的，啊所以体育的项目内底吼，嘛会当培养一个人的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啦，系啊。所以其实吼，我看其他的这访问影片吼，伊是一透早就起来去跑步是吧？晨操，晨操，啊一天逐天拢是几点开始训练？6点外。6点外。6点起床。啊，做伙去海边啊。走，晨跑，啊，过来就回来家做练习。过来食饭，练习，食饭，要上学，啊，上学完，就下课后就搁继续练。下课差不多4点外的时阵下课，啊中嘛有做者时间会当休困啊。其实伊要做者代志，就是去看你家己付出的时间嘛，系啊。啊这伫细汉的时阵哦，会当甲家己要求的标准又较悬的，后壁吼你大汉啊较会轻松啊。什么款就是细汉的时阵标准较悬的？无你老爸老母细汉无咧甲你管啊叫你啥物代志拢凊彩就会当放弃的话吼，啊你啥物以后啥物代志拢做袂成，系啊。啊有的态度嘛无一定爱随时间的改变，所以有做者多元学习的项目会当选啊，但是一个人的目标甲态度坚持吼，这是无法度改的，所以。基本吼就是爱有一个坚持的态度，坚持的态度才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哎呀，这件事情是棒球训练之中吼，所谓态度的坚持，这件代志。莫讲棒球啦，所有的代志，去读册嘛是安尼，美术嘛是安尼，音乐嘛是安尼，所有拢相共。其实棒球是内底一个从小到大会拄到的一件代志。只是一部分，那不过你是安怎用这部分去互球员知影讲，其实这个道理会当。这生活之中，拢会当运用到。这其实就是囡仔，佮有家长，佮有每一个人爱懂得安怎去坚持久啊。这无需要讲，啊一件代志做久啊，就讲你的头路相共。你做到尾啊，你就知影家己什么时阵啊有什么态度。比如讲6点起床就是起床，袂当赖床安尼条。这是训练一个人的，这是一个训练的项目，它会随着时间来改变，无一定讲大家你爱6点起床，但是你已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时阵吼，你当做这个代志。教练，咱即摆吼，今仔日是假日啦，吼，啊，佮有一寡球员伫遮咧练习哦。咧算啦，咧算啦，吼，咧算啦，吼。无练习，这是啥物开球的啊？这是因个囡仔，因爸爸因要互囡仔。好算啊。嘿，对啊，咧练习打击的。
啊，像这好来，几，这个，啊，不过咱要去跟人讲话呢。哦，系啊，讲吧，好吧，你要拿哪几一般个？来家哎，来，要讲话啊。秋贤，系啊，来来过来讲个话，讲个话，来你们三个过来讲话。自我介绍一下来。我几年级？我打什么位置？好久没打到，我最讨厌什么食物啊？没有啦。我是来介绍，来，李喜相，后面有人我是在这边。我叫邱贤恩，邱贤恩，我是对泰鲁格族，泰鲁格族，然后我家住那边，你家住那边，学校旁边你家住那边。走那边楼梯下去，然后就到了。走2分钟就到哎了，，好了，走，站好站好，不要在那边扭来扭去的。 1分钟到。好对，你打什么位置？我打中这样好外野、右外野、左外野。好，感谢。我还没讲完，你有啥物款的机关无？你大汉以后要做啥物？什么？我不会讲台语。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哦，打直棒啊！打直棒啊！哦，来哇，对着镜头，长大之后想做什么？我想打直棒。你想打教练？来下一个，来我，叫李你佳，听有台语无？他听不懂，他们都听不懂啊。你叫什么？我叫李佳恩，是几他年级们都听不懂？台5语。年级，哎，5年级升6年级。恭喜你，即将进入最后一年。对啊，你打什么位置？我打中外野、左外野、投手。哦，教练有没有很凶？很喜欢打棒球。好，那你知道你投球的速度很快吗？我不知道，不知道。好，来对着我们的镜头讲，你以后长大想做什么？我要长大也要打直棒，好，谢谢。啊，你最喜欢哪个职棒明星？打模一样。啊，我知道，他很可爱。好，下一个你呢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边啊江宇轩江宇轩，几年级？ 5升6年级，哦，你也是5升6。对，那你打球多久了4年。 ？4年了。啊，谁叫你打的？阿公，阿公叫你打，为什么？因为阿公是垒球队的，哦，那阿公有没有跟你说要怎么打？有，有，他都怎么教你？他是教我投球动作，哦，你以后你也想打职棒吗？对，还有大联盟，还有大联盟，哇！我等一下要签名哦。是黄安是几年级，5年级5升6， ？5升6。啊，打球不要打多久？扭来扭去，站好。 1年打1年而已。你是菜鸟啊4？升5。啊，为什么会加入球队？妈妈叫我来的，哦，你不想来就对了。不是，不是，你也很想来。来球队之后啊，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球队训练很辛苦？一点都不辛苦，那叫教练还好，加重训练项目，哈。没呢。那你们教练除了教你们打球啊、练球，还会教你们做什么？是教你是哦，姿势。啊，平常其他的东西呢？道理，道理是什么？什么道理？到什么叫纪律？我有没有跟你讲话？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要干嘛？对啊，那你叫你干嘛？这样不对吧？是不是？假如说你这样讲话都是没有看着对方的话，对方怎么会尊重你？是不是？啊，人要懂得去思考，好不好？好。哎呀，最近头发都没有剪哦，等一下我帮你剪，要不要？还叫露露姐帮你剪。啊，好了，那就没什么好问的。哦，练球很辛苦。哎，再来你就是，你知道你6年级了吗？现在你就要当管理者了吧？是不是？你就要学着去管理学弟，是不是？啊，彭好威都毕业了，有没有压力？你觉得你会做好这件事吗？怎么做？管好他们，然后怎么做？就是先管好自己，然后再管好他们，怎么是管好自己？就是要他们在吵的时候不要，先不要跟着吵。哎，你连站，你看我都站着都不会扭来扭去，站着都做不好的话，这样就要很难把自己都管不好，就很难管好学弟啊。为什么？因为要以身作则嘛，对不对？以身作则，你才可以说服人家啊，对不对？要是你乱丢垃圾，学弟也会看你说你都乱丢垃圾的话，他也不会相信你啊，对不对？他更不会听你的话，所以你要所有的事情都要以身作则，好不好？因为你是6年级，你看你下面有5年级、4年级、3年级、2年级，你看你有20几个人要管呢，是不是？出去比赛的时候，你看你要先发啊，你看之前的学长他们要帮忙准备球具，对不对？要管好学弟，然后睡觉的时候你在房间，你也是师长，你要管好大家，是不是？有没有很多事情要做？对啊，然后上课的时候，假如说你功课你还会的话，你可不可以教2年级的学弟？可以吗？是不是？哎，不要动啊，还不到1分钟你就开始动了，好吗？知不知道？好不好？好了，那就这样了。那让他讲一下他长大后想做什么，来对着镜头。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哎，像个男生。当就当当当当当。当警察。当警察。你第一个要抓谁？讲来听听。没有。我跟你讲抓谁？抓酒驾的好不好？好。伊来甲咱遮，甲咱这个教育，这个基础做了介好，慢慢，佫开始，这囡仔大汉以后，伊佫开始帮因想出路，啊，找一寡店家辅导因，有诶无爱读册，就带因去做胖也好，做什么工课也好，啊，陪因做伙大汉。我感觉这是介无简单诶代志。这间厝都要好好啊，甲保存落来，伊较会代表咱这城城的，所以伊即马嘛是一个文化的客厅。不管你是来找我开讲，还是安怎，伊在大家听故事。教练，咱即马吼来到遮是新城的老街，嘿，啊，伫遮吼有老店嘛，有新店，对吧？啊，不过伫电影创新里面，你嘛有在发展这个部分。其实一个地方哦，爱有好的经济发展的话，就是伊的店较爱济，啊店较济就是遮的伫遮的人口有够，各个观光数有够，伊会当形成一个产业，会当带动的在地就业机会，啊地方较会活络，啊无工课就无人嘛，对不对？介简单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伊遮嘉兴柠檬之家，我即摆要带恁来的嘉兴柠檬之家，因做甲就足好的。因有提供足侪就业机会，但是因为即摆地动吼，人就较少，啊，所以话大家较烦恼，讲以后遮无生意的话，在地就业机会就无，啊就无工课，这是较危险，吓。好，咱即摆先来到这嘉兴柠檬汁，这嘛是在地几十年啊，吼。系啊，咱一个头家阿旺嘛伫内底，会当帮大家做介绍，系啊。教练，这就是足有名的这柠檬汁，对吧？哎，主持人你好，吴教练你好，你好。老板，甲咱讲一下吼，咱这是嘉兴边国色。哎对，边国色。开始就是卖柠檬汁来出名。早前阮是伫做串冰店，啊，甲做一寡迄个鸡仔冰啦、冰角的迄个加工安尼，嘿，啊，到尾啊，因为迄个做冰你就知影，只会使做半冬尔，嘿，啊，所以讲。是大人伊就感觉讲，啊，只有做半冬，其实是介无彩啦，啊，所以讲唔才会接落来做烧的，啊，大部分像阮做甜的来讲吼，寒天一般拢会做迄个红豆汤圆啊，迄个小仙草迄类的，但是伫遮吼，并无卖了介好，啊，但是尾啊吼，因缘际会了后，变成迄个阿酒水泥吼，伊扩厂以后有介侪外食人口。啊，加介侪外食人口了，阮爸爸因就开始做烧的，做一寡迄个小食就对啊。啊，小食慢慢因迄当初的心态介简单。第一就是讲无要浪费这个时间嘛。第二就是想讲，因为咱庄脚人嘛，拢希望讲大家来遮做工的，就是食有饱安尼。嘿，啊，相对的就是讲俗啊分量济。了后就是哪来哪迄个口耳相传，啊，就哪来哪侪人安尼。这间变做是，电豆变做是这新城哦主要代表店，伫前几年拢是安尼。这当然，因为这嘛是阮爸爸因坚持做几啊十年来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尔啦。啊，因为咱遮搁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我感觉啦，较特殊的所在就是讲，因为咱遮毕竟是一个必经之地。哦，不管你南来北往，拢爱为遮过。早前来讲，无迄个外环道的时阵，这条就是台九线。哦，所以讲所有你要去你台北，也是为台北落来，逐台车都爱为阮兜门牙口过就对啊。啊，不过即马因为交通路线的改变，遮就毋是最重点。对，当初吼有一站就是较尴尬的所在，迄当阵拄开，当然所有的车流拢总是为迄个新路过，因为大家无迄个意识讲要入来，要来停留的意思。啊，但是迄当阵阮爸爸伊嘛是还阁继续坚持。迄当阵上可怜的时阵，一工的营业额才1000外箍尔。嘿，你讲的这是几年前啊？差不多20多年前哦，20多年前迄当阵，迄当阵拄通车的时阵，啊，你看2个老伙仔
自透早过到暗哦，迄当阵是做到暗时10点哦，嘿，做千外箍。啊，因仔佫有法度继续坚持落去，啊，才有今仔这间店。对，后来吼，像我知影就是花莲来到这就一定爱买柠檬酱嘛，是。也毋过因为最近哦，4月份迄个地震以后，感觉即摆生理甲进前差真济哦，差真济哦，差真济哦。尤其佫是咱遮吼，个上大的目标就是即个塔罗沟，咱佫是上界近的一个村庄就对啊。啊，所以讲坦白讲，大部分来遮。还是外来的游客，在地人去遮在地消费毕竟拢较少，所以讲即个影响对阮来讲绝对是非常大啦，系啊。咱来讲吼，这其实欧教练啊，伊来遮嘛，新城嘛，差不多10年啦，吼。是。过去这10年，你看伊的这努力吼，佮想要讲地方创新的部分哦，你感觉你看伊做的代志哦，甲你认为讲新城需要什么款的产业呢？其实，咱新城吼，咱新城早前来讲，就是一直拢是一个交通上重要的所在。所以讲，伊嘛会带来介济新的无共款的人，就像胡教练共款，来去总是一定有人会介意这个所在，留伫这个所在。咱遮其实离花莲市只有半点钟，但是遮的迄个。经济产业来讲吼，毕竟是较少，所以讲会造成讲一寡人口外流的问题。啊，人口外流了后，留落来拢是老岁仔甲囡仔。所以讲，胡教练伊当初来遮，我感觉伊做了介好，就是伊为教育开始做，为教育开始做，你会使改变这个偏乡的一寡，我感觉一寡问题啦。因为你囡仔若无教育好，无教好。日后伫社会就是有一寡问题产生啦，啊，你饲大人搁伫外口趁搁较侪钱嘛是无效啊。所以讲，伊来甲咱遮，甲咱这个教育、这个基础做了介好，慢慢搁开始，这囡仔大汉以后，伊搁开始帮因想出路，啊，找一寡店家辅导因，有诶无爱读册，就带因去做，看做胖也好。做什么工课也好，啊，陪因做伙大汉，我感觉这是介无简单的代志。其实这几年哦，新城吼嘛开了真侪间新的店，对，保留一寡老店，对，这是什么款的情形？你看着？这当然就是讲，大家即马慢慢吼，因为这个咱资讯发达的关系吼，所以讲大家慢慢会去了解着讲，各个迄个庄卡所在发展的迄个过程。当然，咱新城囡仔嘛会有安尼的想法，啊，开始就会去反思讲，咱的庄卡，咱的故乡是毋是有啥物会使改变的？对，啊，开始就慢慢有安尼的人入来做这的代志，安尼。所以即摆伫新城市区吼，有啥物款的不种的这店家，你甲咱介绍一下。即摆吼上出名的大概就是迄个胡教练伊的迄个山海百货啦吼，啊，再来就是咱隔壁遮迄个。上届有历史的迄个新城翕相馆，吼，啊，再来后壁佫一间网红咖啡厅，安尼。啊，基本都要请这个头家吼出来去说头先你讲的迄几间店安尼，好吧？好，无问题。但是呢，一定要先来啉一下我的柠檬茶。好。来，这是阮招牌的口味。是，这是一定爱啉的。也毋过我感觉真奇怪哦，新城其实伊无生产柠檬，啊，咱遮哪开始做柠檬嘞？因为当初就是因为苹果室的关系，苹果室内底伊上介特殊的，就是阮的柠檬的拍法。啊，柠檬的拍法哦，大家拢是柠檬摕来醃汁，啊，直接透汤，啊透水，安尼就要卖互人客。啊，但是阮爸爸呢，伊就感觉讲，规个柠檬大部分的物件拢淡掉，其实有一寡无彩。所以讲，伊摕来用果汁机来夹，啊，你果汁机来夹的时阵呢，伊佫惊讲夹皮啊，夹皮啊，规粒落去切，啊切落去夹，啊问题就是讲，伊惊讲吼，人食的啊胃无好，啊伊从苹果室内底拢有含迄个咱做红豆牛奶有迄个炼乳啊，这已经毋是秘方啊啦，网络拢查会到，啊伊就安尼吼，小甲染一丝啊，意外去创造这个口味出来。啊，大家拢该接受啊。但是一般吼，那苹果树毋是拢讲卖冰嘛，对吧？对。用柠檬这个概念是，常想到的呀。无，这是拢一切拢是意外啦，意外创造出来，对吧？因为当初的品相是介济，啊，柠檬汁只是其中一项，
对啊，但是对我细汉的时阵，这支雷蒙汁对这间店来讲，伊就是已经是不哩主力的商品啊。已经是不哩特殊，不哩人迄当会接受的所的物件安尼。其实发展到即马吼，咱的雷蒙汁吼，嘛个有其他的变化对吧？对，当然，因为吼，阮爸爸共款，伊嘛想讲吼，歪拍算，歪拍算，遐个皮呢，阮就摕来做阮的雷蒙瓜。因为伊有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讲创造做一个零厨余的物件，对，因为早前的人拢较捡实，逐项物件拢会想要完全来甲利用安尼。到尾啊开始，因为阮有行通路嘛，目前伫迄个超商拢买得到阮的雷蒙汁，所以讲因为安尼的关系，当然阮会搁创造其他的产品出来安尼，系啊。好，咱即马知影这雷蒙汁的由来吼，咱即马继续请。头家甲吴教练带咱来去坐店。教练，咱今麦来这间店吼，是新城新开的店。嘿，这是咧今年3月的时阵，阮朋友开的。Hello， 你好，珊珊好。你好，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新开的苏红内。这今麦介流行的吼，就是一件甜点啊，吼，对吧？对。苏红内。你感觉伫新城这个所在吼，开这种高级的点心店吼，这大概接受度安怎？其实阮以前当初要开这间店的时啊，阮想的是外地来人客。头前买柠檬汁，柠檬汁买了，就来咱家食我的苏红内。后来因为地震的关系，你一开就地震啊？对，我3月3号开幕，结果地震4月3号就来啊，对，拢无外地人客，剩花莲的在地人客，对。其实吼，这间店吼，甲头前的翕相馆嘛有一寡关联。对，头前迄是翕相馆的店面，对，后壁这是伊的徛家，对，所以算是老厝对吧？你讲这以前的吼，对，这是阿公阿嬷伊的。困的所在，面顶吼，这建筑的形式拢还阁有啦吼。对，决定讲要开这间店哦，你是感觉讲大家来无所在通坐，无新的景点我感觉老街这个所在就是减一间这种感觉的店，我感觉应该大家来到老街这个所在，会使摕阮的甜点呐，还是啉阮的咖啡坐一个老街安尼感觉就好大家若是忝嘛会使坐来内底用。咖啡，教练吼，咱这个吼看起来就有历史的，这是一间翕相馆。这是咱朋友也经营的，伊是遮的馆长，伊会当帮你介绍全部的，好，馆长。馆长好。你好。馆长跟咱讲吼，这间翕相馆啊吼，伊足特别的哦，感觉是足旧较早以前的老厝对吧？是，对，已经140几年啊。伊为日本时代的时阵就已经伫遮。正经在日本时代的时阵，伊是乡长的厝。后来日本人转去了后呢，这间店就开始遮个厝拢是足侪人的家己的厝嘛。变做讲了后，这个阿公的爸爸，伊嘛甲遮买起来了后，伊就伫遮住。所以伊伫个少年的时阵呢，伊有伫个迄个日本人的和果子店。之前是卖和果子的甜点的店但是唔是伫遮，伊是伫个人的店做的，所以阮伫咧找着，因为阮咧整理这间厝的时阵，阮就发现到讲，伊的模具蛋糕点的这些模具，拢留咧，拢有留着，对，是。迄当阵呢，阮想讲，这个物件呢，是毋是伊的，嘛是爱去确定。后来阮就找着遮的册，这是伊的食谱。日本的迄个和果子食谱是拢在日本的，对，嘛有伊写的笔记，后来阮有去找吼，伊的笔记顶管吼，拢有迄落，所以伊的迄落写的迄落，咱的署名啦，伊顶管都有写花莲市高刷通，迄当阵高刷通，对。都是讲公园路，没有唔对。迄当阵高刷通加乌金通是这2条路内底足侪店的所在，真闹热。足闹热咧。伊就是住伫一间松下石种堂这间店。是。伊在内底有做过代志。所以伊较有留着遮的物件。对。不过迄阵唔是伫遮咧开店面。对，唔是。后来因为日本人转去了后呢，就颠倒变做讲伊爱为家己做拍算。
嘿，啊，伊就转来到伊家己的厝，开伊的翕相馆，叫新城翕相馆。所以咱伫遮吼有看到这进前和果子点心的这木模嘛，对。啊，毋过嘛有看到一翕相机、翕相的器材，这部分甲咱讲一下。啊，因为伊后来变做伊的个人工作室的，了后就翕相馆的时阵，泰鲁个迄当阵拄通车，所以来耍的人客较侪，所以就较需要翕相。嘿，啊，但是毋是每一个人的厝拢有翕相机啊，啊，当然伊才有租翕相机，会当来遮做翕相机，对。其实咱这间翕相馆吼，即摆整理起来，毋是讲主要是为着要做生意的，毋是为着盈利的对啊。对。啊，是啥物款的理念安尼？其实吼，阮家遮整理好了吼，希望伊会当搁徛在遮，因为伊经历过日本时代甲民国的这个时间，伊看到足侪代志伫遮发生，吼。啊，咱路的吼，其实有当时啊，有人问阮讲，就问新城老街是伫倒位？敢若嘛无老厝吼，所以这间厝都爱好好啊甲保存落来，伊较代表咱这新城的。所以伊即马嘛是一个文化的客厅，会当互大家即马老人、囡仔拢会使入来内底。不管你是来找我开讲，还是安怎，伊在大家听故事。教练，咱即摆来遮是啥物所在？这是阮好朋友，在地好朋友亚夫。亚夫好，哎，你好，你好，王律师。对，我叫王律师。你好，哦，好，没问题。好，王律师给咱介绍下，咱这间是啥物店？咱是小米甜甜圈。小米甜甜圈。伊甲普通的甜甜圈无共，伊是用小米去做的甜甜圈。这是咱的小米，我妈妈啦，温母种的。在秀林村里面种的，对。啊，那你想到讲要用小米来做甜甜圈呢？那是有一个因缘际会啦，就碰到一个师傅，伊有做把咱部落的小米给它融入在我们的甜甜圈内底，加起来就 Q， 加一般的甜甜圈无共，所以拢是阮母种的。哦，你妈妈种的？哎，我妈妈种的。红梨对吧？红梨，我妈妈种的，这。已经有种爱10年的，这红梨今年吼嘛有升级为有机的啦。哦，你嘛做有机的对有机的，嘿，健康的啦。健康的。对，咱都是有红梨，还有小米，还有马告，咱的新产品，马告玫瑰盐，可以帮我们推荐看看。这是小洋葱。咱嘛叫伊珍珠葱，就这个季节加有的。这边就是。来召集我们部落所有的一些有兴趣的农友一起来做生意。哦，所以这唔干你一间尔呢？唔干我一间尔。农友的对。系啊，这间嘛袂歹，这间是做迄个马告咸猪肉，还有马告香肠。所以若要食在地啊农产品，遮拢会当找到。无唔对，遮会当找到，啥物拢有。今年的管进府的那伴手礼金质奖。这个我们山上。部落采下来的原料跟这里附近的那个肉商，我们跟他合作做这个香肠，然后它是有我们的原料马告是泰雅族的话，我们讲歌里。咱今摆这个所在是，阮某开的豆花店。是，其实这间豆花店哦，跟在地发展嘛是有关系，跟咱讲一下。对。阮豆花店就是新城、秀林这附近的，在附近的国中、国小的小朋友可以过来吃豆花。地方发展有工课，有大家一个小吃店，一个村庄部落有一个豆花店，其实嘛是阮希望做的代志。有做者朋友头先来支持因为阮开的时是疫情的时阵嘛。即马都地震嘛，我还是个地震。会当到即马是足侪单位来支持，系啊，跟侪朋友、好朋友拢伫嫁杯，嘿，在像国小啊、国中，他们有园游会有活动的时阵，阮就免费提供，嘿，赞助哦，嘿，对。棒球队、囡仔、各位假日学校无共的单位的老人，佮无共的单位来遮食，我话是拢是用这嫁杯让请大家食，系啊，阮朋友大家拢讲不要紧，嫁杯就是请囡仔食，系啊。像咱伫看到真侪店面嘛，吼，伫新城街仔路安尼一间，很有活力，嘛有一寡少年人入来。
哦，这是伫进前恁来的时阵无看到的。正经来是差不多到7、8年前嘛，7、8年前的时阵，这发展个无这完整，系啊，即摆就其实原本伫遮是大地当进前吼，世界上进前，遮伫太鲁阁国家公园边啊，本来就观光客就介济，所以伫遮发展的吼，本来就有小可机会，到尾啊，虽然即摆地动，但是你看即摆你看街仔顶的少年的，佫有无侪新的店。什么咖啡的、咱的头家娘，所以伊遮嘛是有一个希望的所在，有希望的所在，所以有希望，或就是有人伫遐做无共的代志，教育啊、地方发展啊，佫有人才培力啊，佫有社区的代志，所以阮遮是感觉是做希望的一个所在。其实你还佫有真侪计划吼，咱起码小等来去好山海百货好来，加豆花哈。百货公司，百货，我开百货公司。教练，咱即摆来到这个所在吼，是一个百货公司吗？是，阮伫咧新城的开的百货公司，花莲百货公司，阮开的。这一楼有啥物款的特色？这阮甲花莲的13乡镇的有17个品牌，加阮的18个品牌吼，拢伫阮遮2楼做一个选物。有的所在有的公益家啊，佫有的农民啊，伊的物件吼，伫咧有利啊，伫咧富利，佫伫瑞穗，佫有红林，较远。阮即摆伫遐囥伫遮新城遮做一个集合，所以阮是一个平台，会当甲华人的好物、好的工艺品、佫有农作物、农产品、佫有加工品，拢伫阮遮山海百货遮来做销售，大家当来遮采购。大家就唔免家己开车吼，佫走什么所在？对。所以咱即摆看到的，这是其中一个品牌叫小米好好，阮这2楼会当佫早起，这是迄有利的。这有利的。佫有这是迄工艺家，工艺家的作品，部落的，我会当去迄楼顶。咱即摆来去2楼，教练，咱即摆来到这2楼嘛，吼，2楼有啥物款的特色？2楼拢是我搭伫讲的，阮遮有农民，佫有迄工艺家、艺术家，即摆伊的产品拢伫阮遮山海百货遮。小米丰收内底会当有山猪啊，佫有迄鸟啊，佫有迄水鹿这些，然后再转译成内底阮家己要做的商品，佫有玉手内底包的就是小米，有无共的意义，有智慧、健康，然后佫有勇气，佫有家庭，佫幸福，无共的产品。阮给转译成阮家己的小米好的一个品牌，这是阮遮的阿密斯的做的工艺品，编织用在地树藤，佫有一些槟榔，佫有其他的物件做的一个杯啊，系啊，然后做一个杯子，而且丰年祭的时阵吼，伊毋是咧交我啉酒的时阵，佫会当安尼啉较方便，较嘛较清气的，拢伫遮会当行来行去，甲大家交关的时阵会当来遮抬杠。这拢是部落内底的人，在地人做的。是，所以有无共的工艺品，佫在地农产品，佫有加工品，做者商品啊，拢伫阮遮山海百货内底。阮这有一个品山跟品海所以有山海不同的选品跟选物这是海边的有无共的七星潭一家定制渔场因后壁加做一下加工品，各为文创商品，因的鱼松七星潭的柴鱼松，来甲看者，是回游坝的。所以这拢是七星潭内底的鱼。定制渔场佮掠到的鱼做加工所以成为这鱼松的罐头。嘛伫阮这山海百货内底做销售。是所以咱即摆所看到的产品拢是你去找出来的。阮有做者，阮内底的伙伴练习曲的伙伴，大家做伙做选品甲这吹出来希望说会当甲这在地商家斗相共。有让阮的分成拢是差不多7382，所以大部分的利润拢是伫个原创者甲农民呀，所以嘛希望这个平台会当共好，系啊。我也嘛当去顶甲看，不过内底有一个空间嘛袂歹，会当来遮行行。阮就一个营业空间，有个太鲁阁族的歌手，这就七星潭海浪声，各位，阮营造一个海的感觉。
伫来遮嘛会当看到遮音乐人的太鲁阁族的音乐创作，会当像百货公司内底就有食的，就有买的，啊，还有这音乐，还有艺文的空间，互大家来了解在地文化。啊，三亚百货就希望这是一个有文化的百货公司，毋是讲有咧卖物件安尼名。啊，所以阮会当慢慢啊做，会当一定会当做甲足好的。咱头先呢是伫二楼哦，看这整个花莲特色的产品哦。咱即摆伫一楼要来看，这是私厨的料理，是特别去请这个有特色的餐厅来做的。有，这是阮阿密斯的朋友，伊是七星潭嘛有开一间牧民私厨，啊，我请因来遮吼，用在地农产品啊来做的料理。伊是甲外口咱食的物件无啥共款，对无？甲咱介绍几项。都是花莲在地，伊这项是花莲的慢坡鱼，啊，伊用加在地百香果做的慢坡鱼果冻。另外，这是伊的定制渔场里的北大鱼，搁在地这是罗雷啦，嘿啊，这是原住民的阿拜，然后搁有这是山药卷，搁有鱼卵蒸蛋，搁有在地鲍鱼。啊，咱为什么感觉讲吼，伫新城这个所在来推出这款的料理吼，是人会接受咧？你看嘛，啊，你出来外地耍，来花莲耍，你想食较大特别的，啊，像啊大部分原住民的料理拢是较粗犷的，吼，但是因为这阮朋友是咧做私厨的，啊，但伊即个甲伊这用套餐的方式吼，550块、450块、350块，用介精致实惠的套餐的方式来甲花莲的做一个有特色的套餐，希望来大家分享。迄是真无共款啦，咱可能吼，一般咱拢是去做台式的料理嘛，吼，啊，大家就是快炒啊，吼，这炒菜啊、炒肉啊，吼，啊，不过像这款安尼做甲足精致的，这款其实是较伫这个所在较无的，吼。伫这所在台湾嘛较少啊，像我遮精致的较少啦，台湾拢是较粗犷的，原住民料理。咱讲到伫山海百货公司吼，咱这百货其实咱跟一般的百货公司实在是足无共款的。头先讲二楼咱看到迄特色产品，不过伫三楼你有一个空间嘛是真特别。哦，三楼是阮一个共创空间，就阮遮会当来移居来遮的少年的，啊，还有想要来遮做发展的朋友，拢会当来阮遮三楼的共办空间内底做，大家来做讨论，佮是一个开放式的办公室，哎，大家会当来遮做交流，哎啊。啊，为什么就爱特别互因一个空间？啊，规日吼，咱新城这边嘛是有一寡空间是无咧使用的嘛。好啊，我安尼讲好啊，有足侪社区的发展的空间，但是无一定阮会使用。哦，啊，这嘛无啥物无好，嘛无啥物好。啊，因为原本来使用的人内底有无共的。无共的坑无共的物件，做无共的代志，所以空间本来就是较少的。这毋是阮遮发生的代志，这是全台湾中有这个状况，吼，嘛有好的案例，但是无一定是阮遮，吼，啊有足侪人的大家爱使用少年的做一寡创新的代志的人，空间是有限的，所以阮用家己做的方式来家己完成阮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嘿，这就是一个发展无共的所在，会有无共的处理，方向啦，吼，对啊，就是安尼啦，系啊。其实咱头先吼伫其他的店哦，即我教恁你嘛有讲到讲，为什么咱会去利用一寡街仔路面顶的一寡无咧用的空间，然后老厝啊，甲整理起来。其实毋那是为着在地囡仔，嘛是为着在地少年人，对无？你希望讲，嘛是可能是留伫遮、留伫故乡、来伫新城的人，伊有更较侪创业的空间，或者是工课的机会，这方面你是安怎想的？你想看嘛？有一个即马一个所在啊，在地老人、囡仔，还有中年，无共阶层的，嘿，啊无共的，啊但是人爱有希望，吼，留伫遮爱有工课，然后会当住伫遮，有一天啊，遮的人愈来愈少吼，足侪细间的店嘛会无去，比如讲早餐店就好啊，人数无够，早餐店拢无。早餐店拢无，啊！你食早就毋是去买外口食，无早餐店的话，就无一个就业机会，这个村庄毋是就愈来愈少，在地发展就个在地经济行为有关嘛，有小块的关联嘛，这无一定甲观光有关啊，有的时阵是在地的生活的人口有偌济，所以会当饲偌济人，所以阮遮有在地，佮有观光的，佮有宜居的。
啊，这是一个有希望的一个所在。有的少年会伫遐开新的店，啊，有的原住民行伊的部落来遮，嘛有咧做发展。虽然即马是地动了后拢无人，但是大家嘛是有一个目标，希望以后会当人会当来花莲的时阵，会当永续的发展。这就是有一个国发会的计划叫做地方创生，伊就是无希望人口吼拢伫咧都市嘛，嘛当生存伫咧在地家己的家乡内底做家己希望个有需要的代志。无共款的发展的方式啦，吼，毋是讲一定爱大都市嘛。即摆拄啊好，也伫地人即个真艰苦的这后壁嘛，吼，这人客拢足少的。要毋过你也是真有信心，为虾米咧？无，你要看我做难过的。无啊，那是阮咧，大家个性较无共。我个性本来就是拄着逆境的时阵，阮就自己去家己去调试嘛。就拄着迄尴尬嘛是爱笑啊，无要哭。就是讲，虽然即摆人客无来，也毋过你感觉讲这有好的品质，是。大家继续坚持。其实嘛是伊会当个转换嘛，对吧？有啊，系啊，就乐观甲悲观嘛是一工嘛，对不对？啊，一工拢是14点钟，你爱有要安怎过嘛是家己的选择。啊，像阮就是大家嘛是爱准备好，啊，较有希望。啊，以后等甲有机会发逆转的时阵吼，阮较有法度甲大家安尼大家做伙带起来。啊，所以我就甲阮新社个秀娘遮是做有希望的，是啊。咱真感谢教练哦，感谢你分享这样的故事哦。咱希望讲大家吼以后来到新社哦，可能你毋若阁是去买柠檬汁，其实新社佫有真侪所在哦，会当大家留落来吼，好好啊去看卖。感谢收看今日台湾新眼界。好，感谢你，好。